去睇統一獅比賽，順便嚟個2日遊。喺高雄落機，上包車先去鴨肉珍整翻一盤鴨肉飯，去華達奶茶整翻杯華托奶茶，去博爾藝術特區扮下文青，跟住上翻車上去台南，去大東東夜市整翻一個脆皮我阿正。第二朝整碗牛肉湯，整杯手搖，搭車過去佳里，去萬林牛肉湯食傳說中500蚊一碗嘅牛肉湯，過返去亞太去睇義軍比賽，睇完義軍過返去台南扭個蛋，一抽入雲中四爺買返條毛巾坐埋位睇啦啦隊，睇團長，睇啦啦隊，睇波，睇啦啦隊，一齊 AAOA 我 A 我 A。上翻車，再去埋武聖夜市，贏香腸，食香腸，射氣球，食雞扒，去收翻個尾，飲埋杯嘢飲。想同我一樣2日內食盡美食同埋睇比賽嘅話，就記得揾樂放旅遊啦。輸入我嘅優惠碼 Draven2025 就可以享有包車折扣優惠，等你嘅旅程更加方便，更加豐富。想睇更多就上 YouTube 睇我完整嘅 vlog 啦。